今集帶大家去美食廣場品嘗爽滑彈牙嘅魚炒麵。你以為呢碟係薯條啊？錯啦，係魚嚟噶。可能係全港最強美食廣場泰國菜，最後仲有足料煲仔飯添。究竟掂唔掂先？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。講起美食廣場呢，可能大家第一印象都係經濟實惠，食物質素通常都係普普通通，同好食兩個字大纜都扯唔埋。不過尖沙咀海港城最近全新登場嘅美食廣場，似乎想打破呢個印象噃。無論係裝修啦，定係餐廳陣容都升級咗。等我同大家實地考察呢度嘅出品。全新嘅美食廣場環境就比以前高級咗，食物定價亦都較為進取啊！我計過數啦，總共有12個品牌進駐加盟，當中甚至有獲得米芝蓮推介嘅品牌添。呢個全新品牌呢，就主打日式卷物、炒麵、飯團。吐司工房喺美食廣場經常見到，主打新加坡菜。東柏呢間韓燒呢，之前我喺啟德都食過嘅，呢度就以一人一爐方式。美食廣場好似麥當勞咁，有免費裝水嘅地方。如是者呢間以魚做主題，佢有多款用魚整成嘅創作料理，將魚肉玩得出神入化，有啲更加係大膽創新添。好似呢款魚湯奶茶咁啊，用魚湯沖奶茶，簡直係顛覆咗我對奶茶嘅認知。我要咗呢款陳皮檸檬叉燒炒魚麵配蝦頭油，炒麵係用鑊仔上嘅，叉燒選用五花肉，陳皮檸檬通常就用嚟沖啦。你又點會諗到啊？竟然可以用嚟醃製叉燒噃，簡直係一個大膽嘅嘗試。呢種 fusion 嘅做法，正正展現咗香港飲食業需要嘅創意。見到呢幾塊叉燒呢都有啲厚度嘅，係肥瘦相間，份量都算係慷慨。叉燒食到有檸檬嘅香味，至於陳皮味呢就唔算話突出，上面仲有檸檬絲添，味道上出奇地咁加波，係一個幾好嘅嘗試。可惜叉燒肉質偏柴啊，乾真真冇乜肉汁，質感直逼煲湯豬肉。下面嗰啲你以為係意粉啊？咁就大錯特錯啦，其實佢係魚麵嚟噶。魚肉經過反覆咁樣打到起膠之後呢，整成嘅魚麵會比一般嗰啲麵更加爽滑 Q 彈，鮮味十足，咬落去呢係非常之有質感。魚麵上面有櫻花蝦，啡色一粒粒嗰啲就係蝦頭油嚟噶啦。蝦頭油能夠增添鹹鮮，同時令到香味更濃，香過一滴香啊！本來蝦頭油再加埋叉燒嘅油脂呢，好容易會令人覺得油膩。檸檬嘅味道呢，令到成件事變得輕盈，食落有層次感。自家製嘅辣椒醬加少少，味道會更加香。所以你問我呢款炒麵撇除叉燒呢個麵係有驚喜嘅，喺外面好少食到呢個配搭。香港飲食業正正就需要呢啲有創意嘅出品，咁先吸引到食客幫襯噶嘛。呢款炸魚冇薯條，外形就好似薯條啦。顧名思義，呢款小食就並非用薯仔嘅，係用魚肉做成嘅薯條形狀，然後就攞去炸。可能大家都諗起炸魚薯條，味道上完全就唔同嘅，同薯條亦都唔同。口感呢就比傳統嗰啲薯條硬身，但都香口嘅，帶有煙韌感。醬汁我就揀咗雙子醬，鹹酸交織嘅味道呢非常之開胃噶。明太子嘅顆粒感配合炸漿嘅酥脆呢，形成特別嘅雙重 crunchy 享受。不過你問我呢，我都係中意傳統嘅薯條多啲。有美食廣場出現嘅地方，就有 Pepper Lunch 嘅出現。呢間嘢成日路過咧，都聞到好香噶。長虹係灣仔老字號茶餐廳，佢哋最出名呢就係脆皮雞。長虹炸急便就行年輕路線風格，佢賣嘅食物都係快餐店食物為主。泰牌檔本身喺中環、佐敦都有分店嘅，而家就聯成布吉知名嘅靈記，推出多款嘅特色泰菜。我想講呢，飲品價錢相當之進取，哇！一杯泰式奶茶都要38蚊。我見到泰菜嘅出品都好似幾對版，即管就試一試。
首先有飛天通菜，可能有人會有疑問啊，點解叫做飛天通菜嘅呢？有一種講法係呢，泰國有間餐廳，廚師就好似玩雜耍咁，將炒好咗嘅通菜用力拋去對面馬路，然後侍應就會用碟裝住，少啲技巧都唔得啦。仲有另一種講法係呢，廚師會用超大火猛力咁樣拋鑊，通菜就好似飛天咁，所以就叫做飛天通菜啦。呢道菜講求廚師對鑊氣嘅掌握，同中式炒通菜有啲唔同。泰籍廚師用咗蒜蓉啦、炸蒜、辣椒、豆醬以猛火爆炒，唔係話師傅炒燶咗啊。通菜係帶少少焦香味道，呢碟炒通菜又炒得幾香嘅，都好夠味夠香濃，爽脆得嚟呢，食落係有啲辣度，單靠呢道菜啊已經夠送一碗白飯。香辣金不換炒豬肉碎飯係一款經典泰菜，呢款食物嘅魔力呢，在於香濃惹味嘅肉碎配搭唔同嘅材料，辣得嚟有層次，食落係刺激過癮。豬肉碎一定要有肥有瘦，配搭煎蛋有香口感，青瓜同埋豆角帶嚟清新解膩。呢碟肉碎飯呢，就冇特別為咗遷就香港人嘅口味，調味上有大轉變，入口係香濃辛辣，再加埋金不換獨特嘅香味呢，味道都算正宗。呢碟嘅肉碎醬汁就多啲，令到個飯濕濕地，雖然都啱用嚟撈飯，但係我認為可以炒得再乾身啲，口感就會更加好食。成碟飯嘅高潮在於嗰隻脆邊太陽蛋，仲有2隻咁多添，我就分咗1隻俾我個女。雞蛋邊位係煎到酥脆嘅，中間嘅蛋黃呢保持到半熟流心狀態，一吉穿蛋黃，蛋汁就好似瀑布咁樣流出嚟。肉碎混合蛋汁之後，咁樣做呢，除咗能夠令到肉碎飯更加香滑，同時有助中和翻辣度，起咗畫龍點睛嘅作用。平時我對於美食廣場嘅泰國菜通常就唔會抱太大期望，呢度出品有水準噃，我甚至認為啊，仲好食過泰國本土嘅美食廣場添。其他餐廳仲有老虎拉麵，呢間花甲粉都幾多人食㗎，下次有機會我都試下先。一睇個名就知呢間係食潮汕食物。深水埗有幾間分店嘅文記車仔麵，亦都殺入美食廣場。我個女想食煲仔飯，最後呢就試咗呢間傳統嘅煲仔飯，都係用瓦煲去煮。呢度嘅做法新派少少，煲仔飯就好似玩轉轉杯咁，360度不停咁樣轉。煲仔飯68蚊起，同快餐店嘅價錢差唔多。我哋要咗香菇滑雞煲仔飯，呢個煲仔飯呢，見到都幾足料下噶，雞肉係大大件，差唔多鋪滿晒成個煲仔。平時都有個蓋俾你焗一焗，呢個就冇嘅。食之前當然要加翻啲煲仔飯豉油。煲仔飯豉油有啲地方會自己調嘅，有啲地方呢就會用現成成支。呢款煲仔飯豉油就較為平庸，冇錯，佢都有飯焦，但係呢就冇靈魂嘅飯焦，嗰種焦香味呢始終唔係太夠。一個好嘅煲仔飯呢，除咗食材，師傅嘅功力都起到關鍵嘅作用。呢個煲仔飯雖然都有飯焦，如果你話係蒸飯，呢個就絕對合格有餘。如果你話係煲仔飯，我認為就冇咗嗰種風味啦，質素係好過快餐店出品嘅，同傳統嘅煲仔飯嚟比呢，就有啲距離。值得一讚嘅地方係呢，雞肉都嫩滑嘅，保持到肉質彈性，大大件，冇雪味。以呢個價錢嚟講呢，都算係抵食，仲有幾粒菇添。總括嚟講呢，呢個全新美食廣場品牌選擇同埋創意上都交足功課，部分出品更加超出咗我對於美食廣場嘅期望。試過呢個美食廣場嘅朋友有乜美食好介紹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！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尖沙咀站，然後由 A1 出口離開，出站後轉右，之後一直向前行，過對面馬路後行入商場，進入商場後轉右，用扶手電梯上到最高就到啦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